观众朋友，大家食饱未？跟老师平安。平安。今仔日我看起来咱想要仙女诶，因为我后壁拢会死对无？来，今仔老师搁要甲咱讲吼，一个补头会补水，搁会啥物啊？杯。会飞诶故事，真正做好耍诶吼。我调工搁穿即个衫诶色吼，看我后壁即个衫有成诶吼。所以大家会知影老师后壁迄嘛是做水诶所在，有人摇着，咱伫对无吼？共款咱搁伫奥地利哦，即个波涛为虾米变成一个啥物朝圣诶？新热对波涛出来。新热而且咱毋是咧讲希腊神话呢，咱即阵咧讲圣经诶故事哦。有人知影圣经内面嘛有即种无？有人听过一个神话讲啥物？波涛为湖浮起来对无？即个故事应该是足侪人有听过啊吼。但是毋知影人你知影圣经内面嘛有波涛诶故事。来咱诶即个吼，是。咱今仔是要讲，一个叫做奥夫冈，因为有一个宣教士吼，叫做奥夫冈，伊诚爱安静，所以就来到即个所在，咱要讲诶，即个所在里对，咱即摆大约来看，因为咱最近拢咧讲阿尔卑斯山诶北边，阿尔卑斯山是偌长？你看对于法国甲意大利诶边界。因阿尔卑斯山就是法国甲意大利诶隔界诶山啦，佫是瑞士，伊大部分拢瑞士内底有一半拢是阿尔卑斯山啦。所以都然后佫瑞士诶隔壁就是奥地利啊。奥地利诶，咱即摆咧讲诶，拢伫国王湖啦，还是讲咱讲萨尔斯堡啦，拢伫阿尔卑斯山诶北边。北边。咱即摆咧讲诶吼，今仔日要讲诶就是叫做盐湖啦，盐湖区，因为伫遮有成山盐，就是你山内山内洞内底会当挖出迄个盐矿，迄个盐矿所以人叫盐湖，因为遮有足侪湖，所以叫做盐湖区啊。咱要讲即个区域，即个区域就是对倒位呢？对萨尔斯堡开始。一直向南向东南，一直到一个阿尔卑斯山的上中，即个部分的上悬的山2900吧，2900会到一个山。因为3000啊呢。到即个安尼一条50公里远，咱要讲即个区域。对，咱顶礼拜伫萨尔兹堡啦吼，毋知有人会记得无？伫顶悬的所在，就是讲伫遮对无？即个所在吗？迄个叫盐湖，迄个是国王湖的。国王湖，咱顶礼拜伫国王湖。顶悬遐就是属奥地利的萨尔斯堡。萨尔兹堡对，咱今仔日就是。咱即摆要讲盐湖区。盐湖区就是即个区域，因为遮真水啦，所以真侪电影拢伫遮拍片。是，拢有76个湖呢吼。76个湖伫即个所在。是。有50公里远。盐湖区的意思是讲。盐业的商业产业啦，就是因为国家的盐内底管的所在的商会。所以一定爱看到最后。达赫斯泰山因为名拢足长达赫斯泰山脉。迄个山脉的上悬的山是2995公尺。是。Darksten 吼，所以你爱看到后壁，因为老师嘛有录影哦。即个是咱今仔日吼，其实是伫。咱今仔日要看迄个湖，主要就是叫奥夫冈。奥夫冈是一个人一个宣教士的名。是。因为伊用波头点去空中，因为伊足爱安静，来到即个湖边，讲要来遮去礼拜堂。到堂要去点对呢？毋知影，互上帝决定。要安怎互上帝决定？伊甲波头点出去。来咱先来了解即个湖。
乌港咱要讲即个湖其实有12个湖联合起来，因为伊来唱林山内面，就算一个嘛，一个独立的湖。迄个湖一个一个连起来，因为真济山甲即个湖分开，所以拢总有12个，拢安尼连做伙。湖的边仔就是有关山啊，搁有足水的徛街啊。搁水的色地吼，天若安怎变，伊的色安怎变，还是讲冬天来春天还是讲秋天来，拢无共款的色地啦。是。湖水真水啦。天顶是啥物色，下骹就会变色，这厉害的。有时会变甲青色，有时会变甲蓝色，安尼变化拢真好看。这比 AI 较高。这个湖其实是算伫山顶，因为有538个公尺，538就已经伫山顶了。平均的水的深度是52米，上深的所在114米。所以是。这个乌港湖，咱大约的了解是安尼。即阵有足侪游艇啊，讲有人有个人的。这个湖，这个湖内底有3个重要的点。上北边迄个吼，就是圣基尔根，这个做侪人到。圣基尔根中迄个就是乌福港湖。乌福港的教堂起伫遮啦，起伫乌福港。所以这个地名就是埔头乌白镇来就落伫遮。落伫即个位，就伫遮起咧摆堂，起因的教堂。这个是 trouble 用英文那种，用迄个拉丁字母那种短啊，是 trouble 简单用中文变作长的。史特罗布尔有无？对。比英文更加长。就是讲有3个所在，咱等下要来介绍这3个所在啦这个就是第一个叫做。乌福港，这是一个足有名的教堂啦。因为有埔头迄个传说，所以人大家拢当做一个朝圣的目标，拢来遮朝一个足重要的教堂的意思来遮有新遮的教堂。这个所在就是因为这间教堂伫遮安尼好名。这间教堂的名就是。乌福港就是这个宣教师的名，是安尼来。是。第2个叫做圣基尔根，圣基尔根是目前上界人爱去看的所在啦。圣基尔根就是因为莫扎特因的老母，甲因的姐姐拢住伫遮。因的厝就是伫圣基尔根。是因为安尼，并且大家人拢来遮看莫扎特的老母的故乡。是。所以顶悬阁有缆车啦，对遮会当坐迄个空中的缆车，会当坐去一个较悬的所在来观看规个湖。老师有坐无？无，我无坐，但是我有看到缆车咧走。是。所以第3个就是这个 trouble。第3个叫做史特罗布尔 trouble。就是足侪有钱人会伫遮。有钱人伫遮买厝去别庄。是。所以有3个厝拢真水。大家有记诶无？遮有3个所以为这个码头是伫乌福港。码头设伫乌福港啦，有2条线，一条是向圣基尔根去，一条是对史多罗布尔迄边去。伊干会当互你走一边尔，袂当2边拢走。2边拢走爱买2张票。安尼，安尼真好趁就对啦。码头老师码头。因的徛伫遮的人就足无爱人客啊。是，话要吵死啊，对。其实叫做水的所在的人敢若几千人但是逐工来看的几万人，
所以因是袂爱啊吼。因就无爱人客啊，因无爱人客，但是咱个提足侪钱来互因啊吼。安尼嘛是做歹决定诶吼。老师诶，码头诶台语咩啊讲？码头是码头啊，还是讲坐船诶所在啊？哦，码头。因码头遮有一块牌啊，就讲对即个牌啊迄边啊有一条路，你来通排队去坐向迄边诶线路。内底吼，迄个湖内底有一块小诶岛，足小，干那会当住小间厝尔。因诶传说是讲，讲有一只牛，迄只牛港诶，因诶主咱像要甲杀嘛吼，要甲杀落去食伊诶肉。迄只牛港诶，就像伫咧湖内底收过。本地即个小岛甲人徛个所在是还阁真远啦，因为我是用遐吊镜，就是望远镜头甲伊吊我，所以距离咱像有较近，其实是还阁真远。只牛对迄个岛诶所在，就收水来伫即个小岛，来小岛就无互杀死，所以人就讲即个是救命诶小岛，叫做公牛十字啊，因为伫遐采一个十字架。讲伊遮会救命，即个小岛会当救命。就是讲，即空咱古用吼，有迄头层做成诶，对无？刀城，就是讲你若你若有啥物无小心犯诶罪吼，你会当走来遮避。所以伫咧观光诶所在吼，若有一个古早传说诶，拢诚做，因为无啥物人介绍啊，所以迄个游览诶。就是讲导览吼，就讲遮诶，互人客有一个欢喜一下。对，就是讲。不过这个传说是真正啦，因为是真正安尼传说。是，就是讲，就迄像迄圣经内面吼，上帝嘛是做好诶，对无？就是万一你若做啥物迄个代志吼，无爱互人追杀。倒城啦吼，讲你若讲无小心。即个无小心有哪甲捕头有关诶？咱今仔日要讲甲捕头有关诶，讲圣经内底有记载讲，你若咧破查，破查，迄个捕头从落去，脱离你诶病，落去会飞啊，会飞走，飞走，迄个捕头出动，飞到万一弄着人诶头壳，爱准死诶。若安尼无小心共弄着，要免啊？伊杀人迄阵杀人着爱互杀死呢。乌人诶目睭，你着爱互人乌目睭诶，较早法度是安尼。伊变成有一个刀城，讲你若因为无小心去杀死人，安尼你着走去迄个城，你迄个城着会使，你袂使转来，你个会当住伫迄个城。大家迄个祭司。着免死啦，无你着爱互杀死。住到啥物时阵？咱想住到迄阵诶祭司。迄阵诶规定是安怎，咱无去研究。所以你若有啥物迄个吼，拢会即本免啦吼，即本免倒啥，即本会当伫来祈祷就好，对无？祈祷求上帝原谅。咱拄则迄个圣七二跟着即个阁有一个礼拜堂，即个圣七二跟诶礼拜堂，即个甲欧福冈诶礼拜堂无共款哦。是，这就是莫扎特因妈妈伫遮生啦吼，因应该是伫遮大。妈妈大诶所在，算做因诶娘家啦，因妈妈诶娘家。讲因姐姐有哪来住伫遮？可能妈妈甲姐姐拢出来住遮。所以这是缆车啊，吼，为这山顶。对，伊个缆车就会当对，就是对这个所在出发，一直吊去伫山顶。这个是另外一个礼拜。就是欧港，无啦，欧港诶北边就是圣吉尔根诶礼拜堂，因为每一个城市拢有一个礼拜堂。所以这个礼拜堂是，这个是另外一个伫中迄个所在诶。算就是欧福冈诶，就是讲捕头落落诶所在啦。对。就是讲，咱当时咪咧讲迄个欧福冈即个人嘛，即个主教，
伊后来做主教，伊去礼拜堂的是还袂啦，算做是宣教师尔啦，传道师啦。后来伊有做到主教啦，就是咧跟四宝的主教。伊就讲来遮，因为伊是做爱祈祷，做爱清静的所在，就来到山顶。讲我要伫遮去一个礼拜堂，一个教堂，要安怎去？要去南队，伊互上帝决定，伊要安怎互上帝决定？伊甲宝头向空中点起哩，点起讲宝头会飞啦，讲飞到一个所在，从迄落落去，落去就是去礼拜堂的所在。伊讲。宝头伫倒位落去，就是我要去教堂的位。所以教堂是互人祈祷的，毋是互人参观的，对无？祈祷到决定地点的决定地点以后，伫遐建立，所以后来参观的人就因为即个故事，所以因就爱来看，讲为什么上帝要选择即个位？对遮看真正是水的，就水的所在。头前是。后壁是山，是。看来看去拢袂歹看。即本这含咱后礼拜要讲的，迄个教堂做成的哦，预告一下呢，是做水的教堂吼，有湖有山吼，来足侪人，其实欧洲足侪人即本教堂拢变成咧趁钱的所在吼，收钱才会当入去参观吼。但是，咱伫台湾诶做幸福对无？咱即阵去教堂免钱哦。对，当拜托你去，请你去。所以有闲诶人去教堂吼，踮遐祈祷，来找平安，找上帝安尼。好，所以诚水诶所在吼。咱圣经内面拄则嘛有讲吼，咱嘛有保讲圣经故事好啦。这个故事是记载《列王记下》第6章。其实对第一节就开始，咱对第一节我无直接写出来。伊这个故事的来源就是讲，因为伊丽莎一个先知名做伊丽莎，甲伊学生住做伙，迄个厝真下客，无袂当住遐一学生做侪人对伊丽莎，学生就甲老师讲，咱原要来去一间厝较大间，互咱通好有教堂好大。伊就讲老师你有哪甲阮来测查？伊丽莎就讲好来去测查。因学生就带去约旦河边测查要来起厝。即摆咧测树仔市伊个学生其中一个，波头从落去啦，甲波头离开，从落个水。像领圣经内底写咱即摆咧读17节第5到第6，有一个人测树仔时，波头把落加落伫水里，伊就叫讲惨啊！我的主啊！这个波头是少的，上帝老婆讲，加老伫倒落，伊就报伊看，讲迄所在伫遐啦，伊就测一支柴，因老师就测一支柴，迄伫遐，波头吧就浮起来，迄波头足重的波头吧沉落去，因老师迄一支柴举落去，伊就浮起来。其实咱知影，咱即摆波头咱又简单啦，你去买着佫有迄阵是足严重的迄阵波头金属的物件足贵。迄个时代，咱有一个叫做咱一个故事来，咱就知影较早的人无铁的武器像射罗王甲民囝两个人有铁的武器其他的人拢无，其他的兵拢无，敢会当用。弓箭拢用叉子来嘛，是。所以铁是足贵的，个波头，波头当然足不容易去买着啦，因也无钱通买啦，佫是共少的，佫较严重。你少的物件一定爱用啦，免找一个共款的物件用啦，无定啦少的这支是无偌好着啦，已经病要落去啊，抑佫毋知。对吼，系啊。伊招来，伊出来测的是都要落去所以因老师伊丽莎
就可以解决这个问题。那个波头的补起来，这是圣经的故事。所以咱的上帝毋那是互你什么平安吼，有的人讲啊，这上帝啊什么宗教拢是叫人做好代志，毋是哦。咱上帝是管理即个世界吼，所有代志伊拢会当管的呢。含即个波头吼，这可能有的人感觉无重要。所以伊啥，也是讲要去即间礼拜堂，乌工的礼拜堂，是毋是拢毋是靠人来决定来做是正？所以另外一个圣经的箴言3章50到60讲，你着专心倚靠耶和华，毋通倚靠家己的牛。伫你找所行的事，拢着任伊要指点你的路。毋通倚靠你家己做牛啦。你有牛呢，你敢会当互波头补起？我懂。这是敢若上帝当做的吼。也是互死人搁我即种吼，拢是信仰吼，所以咱来看即个吼波头飞过即个山，啊来落伫即个教堂的时候，到伫个位啊去一间礼拜堂，叫做乌福宫，叫做圣乌福宫。圣乌宫，无对吼，所以即个是一个真趣味，嘛是互人会当思考的一个故事，安尼咱即阵就来看老师甲咱翕的即个影片坐船啊，伫湖顶坐船啊的故事来看，做伙看。这是坐船啊的时翕的啦，所以拄好为一个什么教堂去到另外一个岛，到圣吉尔根。到北平。所以老师是坐去北平的，要坐去圣吉尔根的路。我早课伊妈妈在讲讲。山界地区来看天气。袂当落着咱大家讲的牛港岛来修，因为伊伤细地啊，落影是广角就是大家拢行李的吼，拢一定爱坐外口。大家拢走出去坐外面，咱内底变有人坐啊。这样就对了。多谢老师哈，咱是圣沃港，大家若有闲去奥地利的时，若有经过遮吼，
会当加坐2分钟对无？加去到顿吼，加坐10分钟，坐踮遐。其实知影遮的一寡故事吼。嘿，较知影上帝其实做疼咱诶，老师对无？就是无论咱是啥物代志吼，伊拢会插诶哦，毋是讲细项代志伊就无咧管。嘿，可能人会讲啊，这物件放去啊，着搁祈祷哦。还是讲啥物？物件放去祈祷吼，有哪有人有迄个见证？真正诶哦。嘿，像我主持人我细汉定定放弃物件，来定定拢找无对无？这老师上知影诶，来我拢定定祈祷讲啊，上帝啊，这毋知影放去倒，过无几偌久，就拢会看着哦。这是真正诶，毋是你操蛋诶，嘿，所以毋通挖靠家己诶头。是，对，就是讲大细项诶代志，大细项诶代志，上帝拢关心你吼。你若毋捌阮诶上帝，欢迎你到附近诶教会吼来认捌找求伊哦，伊拢关心你吼。愿上帝赐互你后礼拜伊下暗搁继续来看搁较水诶一个所在吼，叫做一生必去景点对吧？我看迄个网络介绍吼，同款时间台湾8:10，泰国7:10，澳洲2:10，搁做回来听老师讲故事。其实我今仔是伫老师的楼顶，来老师伫楼骹吼，毋知影今仔会收讯安那吼，希望大家欢喜平安。台湾最近有风台吼。祝福大家拢平安，安尼后礼拜再会。谢谢老师，谢谢，大观众朋友。